哇！真係估唔到呢間屋，我連視頻都未鋪，佢已經賣出咗啦。由一入門口就感覺到一股好強嘅中國風湧過嚟，應該係我嚟美國睇過幾百間屋之中最中國風嘅一間啦。所以我真係覺得好驚喜啊！呢間屋係位於爾灣嘅 Portola Spring，建於2018年，室內有3122尺，佔地有3627尺，共有4房4.5衛，樓下就有一個套房。學區係屬於 Portola High School 嘅，所以就係一個標準嘅學區房啦。呢間屋盡顯咗主人嘅品味，男主人肯定係一個愛妻狂魔，採用咗紫色嘅廚房，唔係愛妻號，邊個可以做到呢？雖然後院唔算好大，但係都係方方正正，都幾好用嘅。客廳採用咗大量嘅酸枝家私，配上佢淺色嘅木地板，就更加突出啦。不過家私係唔包嘅，因為房東自己都係好鍾意，所以會留返自己用。呢間屋嘅樓梯係我第一次唔想 fast forward 嘅，可以俾大家睇清楚佢嘅特色。一上到嚟2樓就有一個好大嘅 loft， 都係好中國風嘅，仲有一個陽台。主人廁所就係第2個顯示咗男主人係一個浪漫嘅愛妻號啊！大家認為係咪？呢間屋由佢邀請我哋去拍攝至到賣出都唔使1個禮拜，咁樣代表咩呢？就係搶屋嘅季節又開始啦！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嚟到最後呢間房，我真係覺得好驚喜啊！因為發現我其中一個摯愛古箏啊！我實在太耐冇彈古箏啦，所以都忍唔住咧入去再影清楚，真係好想彈幾下。真係恭喜晒買家買到佢嘅 Dream House 啊！唔知幾時再會出現類似嘅屋呢？